多餘嘅葡萄糖，佢就會變成肝糖嘅形式去儲喺我哋嘅肝臟或者肌肉入邊，咁就備用嘅，攞嚟即係好天收埋落雨柴啦。話聽落幾好㗎，而且都係人體必須添。咁有乜問題呢？問題就係如果肝糖嘅形式都已經爆晒 quota 啦，冇位放啦，咁去得邊呢？咁多餘嘅糖就會儲喺個身度，轉化為脂肪。呢個呢就解釋咗點解你嘅脂肪減極都喺度呢？某程度上係因為你體內有過多嘅葡萄糖而引致嘅情況，就好似有人呢還卡數還極都仲係咁多，點解還極都係面批呢？因為你繼續碌咯。嗱，呢個都未算最 worst 喎。如果放脂肪嗰個位都爆埋廠呢，咁啲葡萄糖仲可以去邊呢？咁啲葡萄糖就會好似流浪漢咁周街走。流浪漢喎，周街走喎，唔係靚唔靚仔嘅問題啊，係衛生程度嘅問題喎。咁意思呢，就係呢一啲葡萄糖會充斥住喺你嘅血液入邊，葡萄糖濃度太高，就好似俾糖水浸住你嘅細胞咁，細胞冇位亦都做唔切佢嘅工作，攰到頂唔順，就會發炎啦。咁就係慢性病嘅起源啦。如果你俾呢啲葡萄糖掂親都唔方好噶啦，佢會喺血液裏邊游走，影響你身體唔同嘅部位，到時發現就濕滯啦。嗱，根據最近好紅嘅一位法國生物化學家 Jessie Inchauspé 咧，佢咧就提出血糖嘅峰值咧會令到你身體出現兩件大事。原來每個細胞入邊都要依靠一個重要嘅崗位去驅動佢嘅，就好似一位駕駛者咁去駕駛住呢個細胞。佢個名就叫做粒線體。粒線體就等於係你嘅細胞揸 fit 人。當我哋嘅血糖驟升嘅時候，呢啲細胞都感覺得到嘅。嗱，打個比喻啊，試想想呢一爺以前係喺蒸汽火車嗰度返工嘅，佢嘅工作呢，就係每日將一啲煤鏟去個爐度驅動呢一架火車啦。而呢一爺呢，就代表住粒線體，架火車呢，就係個細胞啦。其實佢哋可以相安無事，當用完啲能量準時 refill 就 OK 啦。不過呢，突然間有一日經濟急速發展，產能過剩，送煤過嚟嘅人呢，由一日送3次變一日送6次，你就心諗冇所謂啦，咁放埋一邊先啦，用唔晒咪儲下先咯。如是者過多2個禮拜，由一日6次變一日送8次、10次，送下送下，而啲煤已經頂到上天花板啊！甚至乎連你工作嘅位置都放埋煤，你根本喐唔到，於是你就劈炮唔撈啦，因為你根本應接不暇，爆晒廠點做啊？